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NLT 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 NGT， 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6月10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華爾街繼續唱好戲啦，標普500差啲就搏穿6000點大關，收市升0.55%，企穩6038.81點，離歷史高位只係差0.06%咋。納指最威水升0.03%，道指都穩陣升0.25%收場。呢個禮拜已經連升第3日，科技股真係帶晒頭㗎。講到焦點啦，中美喺倫敦嗰邊貿易談判有進展，工業股即刻受惠升咗1.2%。科技巨頭繼續落重本，亞馬遜話要掟200億美金喺賓州起 AI 數據中心，股價再升0.29%破頂，帶挈成個半導體板塊升近2.8%咁誇張。不過都要提風險嘅，加州政府同特朗普嗌交要告上法庭，搞到區域性銀行股腳軟，政治不明朗真係幾牙煙㗎。板塊走勢兩極化啦，雲計算同新能源車跟住半導體隊齊升超過1.9%，但公用事業同必需消費品就逆市跌少少。個股方面呢，特斯拉升5.67%，事關馬斯克同特朗普面咗，大行即刻落井下石調低評級。相反 ，Blackline 重組玩出火，股價單日插水2.27%，認真慘情。聽日要盯實兩件大事，今晚10點有 JOLTS 職位空缺數據，同埋禮拜五凌晨中美貿易傾判最終結果會出爐。仲要提大家 ，VIX 恐慌指數仲係企喺18.5嘅低位，標普市盈率已經升到22.3倍，高過5年平均。有分析師話個市有啲過熱㗎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